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，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过恶其去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利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务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汝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圆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
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我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真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府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滚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
救猿人乡儿女，我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真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颗，1颗，2颗，3颗，4颗，5颗，6颗，7颗，8颗，9颗，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是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堵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至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乡儿女，我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真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
佛佛，可一扣再扣三扣四扣六扣七扣八扣九扣10扣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婢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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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谢谢各位贤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谢谢世如导读，谢谢各位前贤一起诵经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各位组长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